煮煮好食下，也问阿龙哥来煮好食嘅点心料理。平常煮台菜嘅哦，也要做点心哦。山西哦，因做嘅台菜，做到难啊，做点心嘛，很麻烦啦。因是为做客家点心，做水板啊、九千板啊，山西啊，嗰啲很麻烦。又像我做啲古早味呀、西式呀，可能要用到烤箱哦，因为用平底锅未做得，我今日啊准备一出嚟传统嘅夜市点心，马开大麦煎，大麦煎，上街集起來三角形嘅啫。哦，我哋咧也整件咧古早味嘅，像嘅地度有常是會用烏糖啊。烏糖啦，還有咁樣嘅烏麻啦，韓國用嘅鐵條粉啦，今日先嚟大家來介紹，喺三隻粉較強下，你用嘅中筋麵粉，韓國低筋泡打粉，還有小蘇打粉。用兩種。泡打粉3公克，小蘇打粉4公克，我哋加唔記得那個加落去咧，嚟加落去。我哋一下麻煩吼，先要等下我那個攪啊，我先煎讓攪拌大家看，等一下，因為呢我哋啊要準備一鑊。乜解？好，等下攪好會變咁樣，因為等下我那個發酵，等下5分鐘到10分鐘啊。這樣，因為它有泡打粉，你很啱去攪好啊，來煎啊，它不會蓬起來，哦，你啊，不是用硬煎啊，要偏硬攪就錯嘅啦。等一下啦，狂按一下啦。做得冇？對，用乜嘅油就做得哈。冇用無麻油，麻油就好。你一啲啲嘅油做得咯。好。而家先攞啲倒下去，倒下全部倒落去。像我用嘅有那古早嘅，你講大麥煎咯。對。哪個麥？麥子麥。好。呢個當簡單，然後又好食嘅點心吼。你講你簡單未簡單啊？唔是，因為佢唔是烤箱啊，它的那一個門檻，製作門檻比較低。係，你黃媽要係質地哦，我又見你。咁啲唔拉盤，好冇？啲係盤掉啊。好食。好咧，一片啊，一火。所以我們的調台。最細火哈。先細火，慢慢的烘，也可以說烙餅。嚟，兼改啊，最細火哈。你好，再過來，青葉姐姐哈。麵粉、泡打粉、小蘇打粉飆落去，然後再個卵烤落去。而且卵也卵強下去。牛奶。冇爭，牛奶飆落去咪做得。還沒加水哦。你攪起來呀，你水係白綠啦。你睇牛奶樣差唔多80甜甜，很辣，攪到有咩嘢？攪到啊！爺爺咁樣就做得咧。你湯薑都好落去，30公克。你唔辣等下，麻煩你。就過來，你係最細火因為調大火啊，叫人辦。因為炒火辣啦，佢等佢燜熟啊，你用黃麻煎啊，冇咁簡單。你像不看唔會味道啲啊，買一隻煎嘅用嘅大麥餅跟煎銅鑼燒嘅鐵板啊，唔會，用黃麻煎做得嚟。做得嚟哈。咩拄好啦？唔講攞本買嘅啊，調太低嘅，你係煎按太低下來嗬，所以唔得啦。然後呀，不用調久啊，變軟，回潮以後也不好吃。係啊，沒咁好食。佢喺煎嘅時間啦，你看哦，你就得打開蓋咧跳款，因為一控，它旁邊會慢慢的乾，按用哈，當就乜嘢用？超大型的銅鑼燒。也對，我哋一下，因為啊，你一天嘛，
还是想要加一只水果，然后用 mango， 嘿，来给太楚啊，全部就一把刀走天下啊，不用那个左一个刀右一个刀，然后什么刀一堆，好不好？其實台灣講大刀出門啊，當然咪大刀出門。因為做廚師啊，尤其廚師越來越多，個刀啊，可能係一家買，也係一家愛用嘅。從喺度啥，你啊走來走去啊，你有條地方摸刀啊，你隨準備刀啊，係啊，你總冇係一家冇俾買，冇俾買，到時啊，咪俾人翕到講，你係人啊。市場咧賣刀啊，咁你要做乜嘅？呢條款。係佢行駕駛邊個邊間用嘅胡同？冇是安甜啊，嚇，冇是安甜。盲胡嘅。冇要緊，等下俾佢變兩片哦。你一般你一定要找那個比例哦，係冇找了比例啊。欣葉姐姐是啲嘅，你睇。雜轉來啊，我用乜嘢？變蛋餅，沒會斷鐵啊，沒會斷鐵。也按用做的嘞，其實這樣的感覺不用再加水了。因為呢，就按用來乾搞。從兩樣啊，欣葉姐姐做呢，這個稠度就可以了。像什麼呢？像醬油膏，這個稠度哦，你就要把它靜置，你不能一直拉它，一直拉它，一直拉它，出筋，它就會出筋了。哦，來兩邊。你是暗示我不要再拉了？是，我希望呢，你可以輕鬆一點。好，要做的榴彈。我吃到呢鸭腿版了哈，跟農鴨啊，真然當厲害。鴨反酸啊，本來就一種品種。也越來越多種品種，差不多有10種啊！我未當好是個搶誒。是呢，差冇？那叫做烏香。烏香。有咁樣嘅奇怪哦，是反酸，然後呢，底度有咁樣嘅牛年的味道。棒！這真的是我太佩服台灣的農業了，什麼都種得出來。老闆，再等一下哦，這馬上就好了。等一下哈。你不要太久，再久我就要回家了。50塊，先結單。你講你啊，用奶油啊，奶油它會多一點奶油，其實更香。好，它顏色會更漂亮。有的啊，玉米油啊，沙拉油，它的顏色不會那麼均勻啊，香啦。哪個經驗係像按樣啊哈要。在鍋子上煎的餅啊，通常第一張都不會是均勻的上色，東奇怪。聽一種過後啊哈，大概全部就銅鑼燒咁樣，它就很漂亮。還有的會銅鑼燒會不用乜嘢料，不用偷油啊，也係講蜂蜜，它都可以讓這個表皮上色。好，你啊1分鐘是做得嘞，好1分鐘做得，你下，여기那這個盤呢，乜個 set 好呢？我做乜嘢？對啊，好，佢講切鴨唔要不用上嘢啊，唔要不用到鴨蛋糕。因為家可以不用生食。哦。好。要得做嘛嘛？冇可能。那我把它消滅掉。這是什麼嘅？兩對。兩對嗎？對，兩對。哦，真的。什麼呢？啊？小虎來是麼？小虎啊，這不哦，這不是啤酒化做的，對他來說免疫。目酒雪兩個，你食啲摸米線。好，到了。而家做咩太火啊？哦，這做到爆漿。大麥燒，恰恰，
哇，切好咧，真严当斩到。唔过我知道吼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假使你家己做嘢出料理啊，地度包麦嘅啊吼，做得起家给听，好生麦嘅就包麦嘅，菜脯是做得冇咩做得啦。做。哦，菜脯嘅按用切到按用细细幼幼嘅，放落去咩做得？咸菜炒嘅肉嘅嘛，炒啊，放入去做咸嘅冇做得。唔过根本要做甜嘅，甜嘅还做放冻豆啊。点咩方叫安尼都拢不会买嘅都会嘅东西全部放来得。唔过今面你阿龙哥啊吼，老嘅用嘅鸭丝嘅，嘅用嘅寿司嘅，用嘅料理啊，然后佢摆到冲嘅用嘅法式料理嘅感觉，嘅係咪啊？好啦 ，OK， 來，我講解拜大麦饼献给大家。古早味大麦饼。中筋面粉、泡打粉、苏打粉、卵、牛奶、水、糖，切做面团，用5分钟发酵。再点倒掉油，填搅好的面团，用下去铺平，芥末盖用细火去煸。煸下以後，醃掉的飯頭粉用餅皮包起來，再芥末蓋繼續煸。等的時間，切一粒飯酸準備。切好填餅的，切三角形，將餅頭的飯酸、棉花糖擺盤，安尼好食的點心就做好咯。